离2000分的纪录只剩下6分。林潼拿球快速过人切入。 哇，看来林潼今天不单单只是想要破纪录而已哦。是啊，虽然现在安东还落后多达17分，但林潼还没有打算放弃。哇，球迷看起来也非常的兴奋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有这么多的球迷进场了。球走啊！抢错1分啦！挨到3分，挨到前呢？ 裁判示意比赛暂停，因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。全场球迷，不论是安东的还是海丰的，都在为林潼欢呼。哇，真的是非常感动的时刻。毕竟我也是看了童姐打了14年的球。恭喜林潼达成 WPBL 2000分的纪录，6000分呢，是历史第3人，更证明他就是安东还有联盟的当家球星。 主播，如果你是林潼的话，你今天会怎么庆祝呢？我想他一定会说继续努力练球了。毕竟林潼他最想要的，其实还是在退休之前带安东拿下一次冠军吧。还有喜欢林潼的这里排队哦，周边有卖哦。谢谢。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阿云，草不云。啊，唔係要翻落去講。我叫蔡乔云，刚刚的比赛很精彩，你超帅。谢谢。你们2个也是打球的吗？对，我们是南乡毕业的，现在在新民大学打球。新民，南乡。哦，我记得是那个，这个吗？这个。他知道，他真的知道。帮我拿一下。童姐，请问可以帮我签名吗？ 不，同学，今天只签海报啦，背包安东日再来签啦。哎，帮我拉好，帮我拉好。继续努力哦，以后冲上见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只要努力，梦想就会成真。谢谢童姐，我会继续支持你的。谢谢。谢谢。第次勇气也在热伫尾度咧，平均上冲时间至少要有10分钟，达冲平均得分至少5分啦。迄讲有到一只标准咧，挨到张伟老唔签正式嘅合约。好。嫌太简单咧，冇？唔係。迄就黑衫盲掉嘅啊！唔係搭上人都搶唔啱好應嘅。
好妹，同志嘅花愛疼啊，點啊？接球。一樣走前，走前，走，打好，走，再打一個，再打一個。跑！哎！都帶愛搞，記到吧？不過吹風嘅教練愛個一波嘅長輩來哦，連同一下選嘅cham士嘅體力教練啊，故說一下做地雙重模，幾來幾天啊？用力，手架起來！用力，手架起來！拉腳啊！ 來，10盒。大家10盒。也是新加入運動嘅蔡球員哦。來，蔡球員，老大家小結一下切架。大家好，我是蔡球員，新民大學畢業嘅，主要係殺手，同其他加入運動。 請各位伙計多多指教。大家都知，一隻賽季係按親密嘅機會咧。親密一啲拼圖本嚟哦，連同麻煩你。因為打入冠軍賽，我有信心，有問題冇？冇。 有問題嗎？冇。行吧，有乜嘅問題就問同志，好。請問這首歌？運動加油！學姐，以後請多多指教。你現在場邊看。大家修練先。哦。學姐。 乜介意思啊？愛控球。以前嘅 feel 我係冇辦法。要好好留佢講噃。唉。冇，Jason，是運動視頻接班人，冇商業費用去做地各講各嘅，我都唔知哦。我當然知啊。很榮幸啊！ 你本新人一隻機會咩？哎呀，咁一天我抗議，殺數咩動向啊？幫一隻打法做唔得。乜嘅打法？按尾來打，公司冇資源冇教練，係做得了嘅，一下好點點。老大家講，竟然冇單位冠軍賽出去決賽，我肯定好尾邊。唔過。 做乜嘅連一隻講好嘅空位都冇，我樣嘅人啊！誒，雖然人兩殺數是當久咧，不過請唔注意下唔講法嘅態度哦。愛喊起一隻吹嘅涼吹呢？涼吹，竟然冇打到親密，係看人喊狀元乜嘅涼吹。林鵬，我打爽。 好久，我係蔡球員，坦白講，好似多多指教。好似我平常時有乜嘢注意冇？有為啲要緊啊！哦，係朋友安排嘅，係咩唔知嘅？乜嘢？這首歌啊！錯咧，要麼就係牙骨仔。 講愛送無好字，要麼就當好事咯，正經當好事咯。還個我正經當婚嘅做地工業。你係咪喊冇咩清楚啊？
唔可以来打球，还可以来交朋友。放烟就是要休息。为大做久，去哪杯啊？好，福子，我会注意的。云姐，对，哦，慢点，用力啊，妈，你用力！好诶，好诶，用力卡！战术都看了吗？有，都看嘞，福子。该手松来看啊。然后又跟一组，你们先攻。好球！好啊，那就正式来啊。来，过来。我打好啊。运球安尼做唔得，你觉得你直接过来挡，你跟刚刚一样切入分球。好。打好。给我啦！停！我们换跑三，战术你都看了没？有。你要下挡我，然后45度接球。打！给！下挡！下挡！给！打好！进！蔡球宇，迄啥数诶？歹势，年轻基本嘅运球、本球都唔晓，得篮的，得都暗的，俺都杀数，你到底要怎么用它？今天到这里。福子歹势。大家，大家。哎，看起来公司今年费正英都想让太家结散啊。错啊，唔许讲我一起当我经理的空气，怎么找个假恶的来？各位，今年的亚冠杯已经确定会和我们季后赛撞期了，这会对预计派员至中华队支援的各位造成许多困扰。因此，海丰严总有项提议，就是把季赛延期。不知道各位领队有什么想法？各位容我再解说一下，这次亚冠杯旅外球员呢，他们都确定会回来帮忙。再加上我们海丰几个中生代的实力也都升上来了，所以这一次是我们中华队最有可能进前4强的一次。当然季赛也很重要了。身为中华队总教练和海丰总教练，我是真心的希望季赛能够延期，这样球员们对这2场重要的比赛都能够专心备战。这一点请各位多多的谅解，谢谢。那打算延到什么时候啊？明年年后。明年年后，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准备要去澳洲异地训练了耶。我们也有别的规划。那如果明年夏天呢？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有个想法，大家先听听看。就是我们今年拼一点，等亚冠杯打完之后呢，我们花1个月打完季赛。我觉得这样多少可以吃到一点亚冠杯的热度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
这样子球员练习1年只打1个月，说不太过去吧？而且每3天打2场比赛，太累了，万一球员受伤了也不太好。我是这样子觉得啦，不能什么好处都让海峰拿了。我们海峰是能者多劳，不是拿好处，请安东领队注意用词。是，对不起，请接受我的道歉。杰森领队，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建议呢？你们不是常说要把台湾女篮冲上去吗？怎么冲？用嘴巴冲哦。国际赛事一来，本土季赛就收工啦。这样子民众要怎么对我们有信心？我是觉得啦，季赛就应该要照打，但是中华队有需求呢，我们大家一定全力配合，为国争光啦。哦，那个杰森很敢哎，这样跟严总讲话。你不知道啊，他的副董在逼宫呢。如果这一次安东啊没有打进冠军赛，那杰森就下课说拜拜了。所以说，如果这次季赛不延期，海峰跟我们2队的先发又都被征召，那这一次安东打进冠军赛的机会最大。怎样？讲的好像稳赢了一样。要是那个林童哦说要去打中华队，我看他笑得出来笑不出来。不可能啦！你忘记之前的事啊？林童啊，他打死都不会参加。是不是？就之前。好子，告知来嘞。好子。下做迄木生做迄木，迄唔muốn nhà同志唔要愛。哦，我要練習脱空氣啦。唔似講愛啲啦，唔來嘅時節，就成個無人講，口水也係釀嘅哦。同志。好子，4個字，董老師。蔡啟源，你不老人講嘅。哦，好。好子，唔就天天的事。好子。根本講法太超過嘅，歹勢啊！唔好啦，好子，唔講嘅冇唔錯，迄愛試甲太冇經驗咧。不過搶過本愛多一些時間，我要繼續上網聽到大家。唔講佇運動員登幾多年前面名嘅？啊？哦。应该有3年、5年，加上疫情過後，公司了錢，有所想要結挺好，係講，咱今年無打入冠軍賽，佢條就要結上運動。我希望你主動退出，安尼做。你大家都好，內中要做地，家家去深深嘅球員。好子，我天公因要提早過去練運球，韓國我要有加上總訓嘅吹彈咧，我要喊卡啥嘛，喊卡認真練球。唔通唔是嘿，內中小嘅係控球，唔係殺術。佢做嘛介一開始，做嘛介一開始還要親啊？你來啊！我唔強用，想愛聽英語。
讲一句，若无时间定，免无空闲定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 ！WTBL 即将进行本季第一场热身赛，由安东飞鹰对上华信黑熊。今年到底哪一队能够重启海丰的连霸梦想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不过看来安东有一个好的开始，如果热身赛气势打起来，到时候其他各队的主力去打中华队，也许啊，林童真的有机会完成他的冠军梦了。等一下换大福、小帅、奶茶、玉君留着，坐。坐在场下的是安东今年特地从甲2拉上来的射手蔡巧云，并不是外界传闻的大马精灵。但是蔡巧云今天迟迟都没有开箱，就代理教练林童可以考虑给新人一个磨练的机会。抢本南雄四周，提给自家球员送上过来，安东神杀手再见！来啦！错了，哈尼班的比赛大家都要去哦。来啊！看爱南雄神杀手，大量动呀！蔡球员。唔好留意哦，南雄嘅后面老阿伯下嘅便当爆下来，要看佢第一场比赛咧。好啦，我要加油啦！唔对，我进攻做些个事情啊，冲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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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你都在很鸟的啦，MVP 怎么来啊？大致命真紧动来的。啊，区有人气家己个讲，爱证明本人宽啊。还没想好打。不过，迄个长弟根本无影响个爱上错。蔡巧云，唔是迄个南雄唯一继续打球嘅人诶，啊，你无爱唔需要去甲请饭师啊，他们政治调诶，你去打过哪没有？喂妈，放给教练。教练机高中用的。机动好啦，无较扁条的，却问伊新教出来嘅球员问题啦。蔡巧云，讲好的哦，天公人七家请饭室，俺不也搁安来报告。好啦，什么哦？
大雨。啊！第二场热身赛开打，新人蔡乔云虽然有登陆，但还是没有上场的机会。可能是现在安东打得很顺手，林童不敢乱换阵容吧。今年想打进冠军赛的林童，感觉比以往还要严厉很多。对，但现在只是热身赛而已哦。如果是我，就会让新人上场熟悉一下。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但安东热身赛目前3连胜，是创队以来最好的开季，至少对林童来说，结果是好的比较重要。希望唔主动对嘴，安尼做对大家都好。还无时间等，没冇空也等，继续努力哦，以后冲上进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只要努力，梦想就会成真，梦想就会成真，梦想就会成真。所以这个方法有2个机会点，一个篮下，一个3分，懂吗？大家，初本营也无乜解，根本营应该本大家看到，按当去改变，本记着看到，用大洋开放，有问题冇？冇。有问题冇？冇。有。同志，我选来迄那笔无做好，请你老爱讲，我要管，希望你早点本来松创，拜托。唔当好啊，不过你手唔许按动私有经营，放弃啊。迄讲基本银行迄输摕。那根本因手要推催，离开运动，拜托本爱松创，拜托。
我们真的猜不透林童新人蔡乔云竟然压到这一场才来开箱。可能就像你之前说的，蔡乔云是拿来对付海丰的秘密武器。那可能有些球迷还不太熟悉，其实蔡乔云是来自甲2的新民大学，他打的位置是射手。他在大4那一年呢，更是带上球队打上甲1的资格赛。相信有他的加入呢，安东之后在外线会更有斩获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他怎么样的表现。果然是王者海丰，开局就是一个漂亮的超节快攻得分。对，而且才第一节他们就采取了全场2-1-2的包夹，完全不给安东任何的喘息空间。安东的老毛病又来了，这几年一直都没有稳定的控球啊，球如果连过半场都很困难，找来射手也无法发挥。蔡乔云拿到了球，他会是安东这一场的突破点吗？这个背后运球传导还不错啊，看来他很快就能够适应比赛的强度了。球。蔡乔云运球准备推进到前场，立刻面对海丰全场包夹。哇，看来海丰是打算给新人一个下马威啊！这动作看起来不像纯射手，看来他真的是林童的秘密武器。这个新人值得期待啊！各位球迷朋友，留言刷一排，期待起来！蔡乔云，你做乜解啊？敢唔大控球？还是好似想讲球来手打，还想来球出天数。好了，别困下。战术板，等下我下，你们1、2、3、4、5，压边，下档。快点，手来！一个地板传球妙传，蔡乔云再度传出一次漂亮的助攻。感觉这个小学妹跟学姐们配合的还不错，完全没有磨合期哦。来了来了，是蔡乔云的招牌3分，为安东送上遥远的祝福。一隻亞員動到出師吼，球唔係呢打，無規矩。不過亞亞員我嘅控比咧。看这个情势，海丰好像不打算练兵喽。海丰5胜5下，把去年的冠军赛先发阵容压了上来。球评你怎么看呢？虽然只是热身赛，但是海丰季赛跨季23连胜的记录就是摆在那里。那他们当然也不想要被一个新人给翻船。但是相反来说，蔡乔云如果能够挺过去的话，他很有可能就可以成为安东新的救世主。给我！哇，海丰一上来就给蔡乔云上课了，好像在跟他说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已经瞎了，明明就进攻犯规。用哎，走的嘛，走的，哪走的？海丰好像有意单打蔡乔云这个点，这样下去，蔡乔云的体力应该会下滑得非常快。我哋林童立快咧，感觉林童坐不住脚了，应该是要换学姐上来吧。何姐，10번，我起家公给法，我起家夫妻。看来蔡乔云还想要打耶，这可能会是他篮球生涯最难熬的第4节。比赛进入读秒阶段了，看来没有意外的话，海丰会带走这场热身赛的胜利。
虽然安东输球，但蔡乔云这个名字我们都记住了。热身赛也将会在这个礼拜结束，各位球迷，我们开幕战见喽！做得同好咧，辛苦了。当然啊，好。好啦好啦，唔加油啦，那就下礼拜开工杯来看咯。下礼拜。嘿啊。哦。好啦好啦。唔着我来哦。啊无咧。就安尼啦，拜拜。拜拜。蔡巧云。从礼拜四，강림 운동研究的时间，很添麻烦嘞。来噻。加油啦！辛苦诶。没。同志。蔡巧云，你真的懂好嘞？你已经证明给大家看了，你真的已经很棒了。真的已经很努力了。云姐，你吃到蔡巧云咁真健袂食？应该啦，安尼袂好啊。无求你吹风，做
真紧动工嘅，毋过佮厝边真紧动兵呢，韩国人呢，因手无好买咧。也有毋迄因做会计听家，因做会计听家手迄，我都水过咧。佳佳，好啦，晚年好妹总年差。苏太师嘞，唔对，继续来看。那有扣呢？최선哥，麻烦你拢来抢名。按勇气啦，按讲信用哦。去甲伊计听，讲咧缺做动。本爱，爱张黑牙高连。好嘞，你练球。